我早就知道，望春楼其实是太子的小朝廷。不过，谋反确实是太子，但是放火未必。在自己的地盘动手，多半会惊扰到皇上，对他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，这背后另有其人。看来望春楼的案子只是个开始。听说云浅月的案子是公子查办的，公子莫忘了正事。我就是知道，当年慕容府的惨案是由云老王爷亲手操办的，故而接近云浅月。当年的卷宗如今在大理寺却不见了踪影，所以我始终相信很多东西多半还留在云老王爷的府里。公子的意思是，想利用云浅月入府查看，可他如何肯听你的？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眼下要先让他长家，让他了解清楚府中各处的情况，且可以自由出入府中。这样，可以更快地帮助我们找到卷宗。爷爷，我回来啦！在干嘛呢？你这个臭丫头！啊，爷爷，你干嘛呀？你说你刚进门，就惹上了香河，你这个爷爷早晚让你给气死。那是因为他太嚣张，我这只是小惩大戒而已。那还有狩猎场的呢，你居然跑到人家荣王府去住了一夜。哎，皇上虽然处置了太子，但是你还是太子妃，你还得注意皇家的脸面呢。太子都没了，何来太子妃啊？哼！再说了，要不是我去那狩猎场转了一圈，我能抓到真凶吗？那是你孙女我机智。再说了，又不是我想去冰洋子那儿住，那不是因为我受伤了吗？真是稀罕。你又受伤了？你伤到哪了？没有，我都好了。哎，爷爷，我正要跟你商量个事儿呢。您看啊，荣王府这么大，您看您现在年纪也大了，干嘛还老这么操心啊？不如好好享受一下老年退休生活呀。你嫌爷爷老了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只希望爷爷可以多休息啊。这云王府家大业大的，靠您一个人也操持不过来啊。我以后可是要进宫的，不如给我点机会，让我提早历练一下。我能管得了这云王府，将来就能管得了后宫啊！爷爷，你说对吗？我们这么大的云王府，交给你管。我们都喝西北风去啊！爷爷，您舍不得这云王府，就怕我将来祸了后宫啊！哎，你说你不是最不爱操心的吗？现在又动什么歪脑筋呢？没有，我只是不希望别人往外说这云府的嫡女啊，只会闯祸，没有任何当家做主的能力，将来怎么能母仪天下呢？是吧？我也不想给爷爷丢人。爷爷，你要怎么样才能答应我？老爷，宫里人传话，皇后娘娘召小姐入宫觐见。皇上，您看这景布置的可好？好是挺好啊，可总感觉缺点什么。那日大雨倾盆，许多盆景都重置了，花房却唯独没有木槿，只好用云锦花代替了。这云锦花还是浅月出的主意。月丫头啊，望春楼之事虽然与你无关，但毕竟你一个女孩子去那种地方，也太不像话了。浅月她知道错了，所以才要皇上悉心教导。今天她还跟云王爷说要学习长家呢。长家？谁教得了她呀？之前朕把几个太子的师傅都派去教你，可个个回来跟朕说什么？宁可死也不想教你。让朕怎么办呢？我终归不能由着她丢了云家人的脸面。云府嫡女终究是皇后，自然不能由着她。参见皇上，皇后娘娘。哎，景世子来的正好啊！刚刚浅月丫头说她要改邪归正，你给出出主意，咱们天圣哪个先生能教得了她呀？若郡主不嫌弃的话，臣
臣愿意教导郡主。啊！好啊，朕正没主意呢，你给朕解决了大麻烦了。这景世子可是咱们全天圣第一才子，若是他都教不了你，没人能教得了你了。臣惶恐。皇上姑父，你让他教我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休得胡言。臣妾倒觉得，皇上这主意甚好。瞧这丫头，她都怕了呢。怕就对了。荣爱卿，从明日起，由你教云浅月礼仪和琴棋书画。臣遵旨。小姐，小姐起床了。小姐，干嘛呀？吓我一跳。小姐，荣王府派人来请您去上课了。不去，谁爱去谁去。啊，你第一天就不去了，那景世子怪罪下来可怎么办呀？小姐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我一个上过9年义务教育、3年高考模拟、4年大学本科的人，需要他一个连985都没有考过的人来教我吗？我不去。小姐，你说什么我是听不懂。可是景世子那么博学多才，还有他没看过的书，而且我听说景世子家里好像有个特别大的藏书阁，还有一本只有他才有的离奇有意思的书呢。你说什么？藏书阁？藏书阁，只有他那儿才有的离奇的书，说不定能找到回家的方法。哎，赶紧给我换衣服。彩莲啊，今天天气真好，要我说啊，就应该去郊个游什么的。去上什么破课？郡主，哇，这马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是你的马？这马不是我的，是郡主您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家主子让我带话过来，说郡主与其惦记着别人家的旭日宝马，不如自己也拥有一匹，省得出行要跟陌生人骑在一匹马上，不仅连累别人，还连累别人的马呢。你说什么？我家郡主怎么连累你们了？你们荣王府的人都这么没大没小吗？不是，是我家主子说的，我可没有添油加醋，真的。行了，这马我收下了，替我谢谢你家主子。我可不敢，还是郡主您亲自去道谢吧。切！哇，这也真够大的呀！有多少人住啊？这人还真没有多少，只是地方大，房间多。啊，果然是天生首富啊，真够奢侈的。这个穆小琪命可真够好的了，古代现代都是个富二代。前方就是刘月阁，是郡主下榻的地方。郡主，我先带你去授课的书房看看吧。我说啊，你们这荣王府也太大了，走得我累死了。哎呀，天哪！这可是上好的黄花梨木，怎么就摆这儿了？哎呦，真是有钱。不是吧？连香炉都是金的。这么精致的瓷器，哇！随便拿回去一件，我下半辈子就能躺着过了。你们景世子这是赤裸裸的炫富，看不起我们平民啊！郡主，没有别的吩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听说你们这荣王府有个藏书阁是吧？郡主要看书，小姐，你看得懂吗？啊，说什么呢？我可是当代最炙手可热的写手作家，追捧我的粉丝无数，会比你们世子差？哼，依我看啊，你们这荣王府也就是虚有其表。你家小姐说的什么话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听不懂就对了，因为我也听不懂。郡主，藏书阁乃荣王府重地，下人不得告知。我家主子请你移步书房，他稍后就到。郡主告辞。哎，就一个藏书阁，还得去问你们家主子啊？父王，您知道吗？太子被废了。
三殿下真是料事如神呐！爹，我们为三殿下筹谋这么久，如今终于守得云开，只待君归了。朝政岂可妄议？爹，现下太子的位置非三殿下莫属，而且您已抱病在家多日，儿臣觉得是时候该回朝堂打理打理了。搁在肚子里头的，那叫盘算，藏不住的喜怒，迟早要出事。孩儿受教了。扳倒太子只是第一步。老天爷啊，救救我吧！我要疯了！求求你们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才能回去？我真的不想在这个没有手机、没有网络的世界过一辈子。好吧，重返文明世界的第一步，先努力攻克景世子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这是我的府邸，我什么时候来还要向郡主我还没写完呢。云老王爷把你送到我这里来，我自然要尽一尽师长督导的责任。可郡主写成这个样子，这出去的话，我脸上实在是没什么光。那还得看你有没有本事教我呢。肚子饿了。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吗？写自己名字做什么？没脸没皮的，不行，不能叫他识破。这个是什么字啊？抄100遍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什么？100遍？你知道要抄到什么时候去吗？世子啊，我肚子饿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吃点东西吧。什么时候抄完了，什么时候用晚膳。喂，饭都不让人吃了，你这是挟私报复、假公济私，你这是虐待。虐待？如果你不乖乖把这100遍抄完了，我就让你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虐待。嗨，你个死逼秧子！你给我等着，我还收拾不了你了。哼！几日不见，秦妹妹的武艺越加精进了啊！这是送你的。无功不受禄啊！哎，秦妹妹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父亲与秦相大人是世交，你我呢又共同掌管都城的治安，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。况且，皇上如此器重阴阳卫，秦妹妹的未来，定是前途无量啊！算了吧，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罢了。我也是奇了怪了，你说，这个云浅月的性格那么纨绔，那景世子怎么偏偏就对他跟别人不一样呢？景世子如何行事，还轮不到你我指指点点吧？
倒是你冷大人，你我分别掌握城内城外兵权，都是中枢要紧，本应明冕向上。可是你倒好，却整日不学无术。秦都官一心扑在景世子身上，又比我好到哪里去了？人家景世子是有大志大才，治国安邦，为社稷造福。喜欢这样的人，才不枉费一生。不像你，仗着有冷王爷这个爹，装腔作势的强。哼，可惜啊，神女有意，襄王无梦。景世子与云浅月的关系越来越近，就怕是你这个相文虎女都插不进去喽。你再说。哎呀，好，我多嘴，我不说了，行了吧？真是大实话也不上别人说，真是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哦。不过秦妹妹，话说回来，这一根千年紫参，可是我特意寻来为你滋补身体的。你看看，这冷府送来的。是。这千年紫参可是好东西啊，宁儿啊。爹知道，当年爹将千年紫参献给皇后娘娘，没能用来救你娘的命，是爹对不住你呀。不过冷家此举，触的不光是你的心，也是为父的心呐。宁儿。爹只有一个心愿，我们父女不该有隔夜的仇啊！爹，你放心，女儿没有记恨你。爹，女儿知道，自从母亲过世以后，您不娶妻，不纳妾。也是对母亲的愧疚之深。爹，您现在位居丞相之位，连那个冷王府也要巴结我们。女儿明白您的用心良苦。明白就好，明白就好。爹早就发过誓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要为我的女儿争出最好的前程。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跟其他女子一样，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我的女儿应该是人上之人呐。爹，女儿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。怎么样，景世子？面粉的味道可还行？你就是这样尊师重道的？我以为你能躲过去的嘛，谁知道呢？哼！所以说啊，做人不能太自信，自信呢就容易自满，你还是得低调点。对了，衣服呢我已经给你补好了，你要不要穿回去啊？我都说了，迟早都得穿回去，要不要我来给你更衣啊？主子是咋了？景世子这一身绛色衣衫，再加上一层白霜，实在是像极了昨日在皇后娘娘宫中吃到的柿饼呢。小姐，
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你懂什么？这师生关系啊，就像是婆媳关系，不是东风压到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到东风。你确定是师生关系，而不是夫妻关系？哎，我就是想杀杀他的锐气，省得他一天到晚啊拽得跟258万似的。哼，258万，就是一种休闲游戏啊！啊，以后有机会我教你，绝对是活脑子不容易了，而且还消磨时光。月姐姐说好玩的东西就一定有趣，你不知道，我在这宫里待的时间久了，都快被规矩给憋死了。可以聊八卦呀，哎，就是小秘密。我说，想不想知道若美人的八卦？好啊好啊，我告诉你啊。学生第一天拜师，都要先受3戒尺，以示日后尊师重道，接受先生的教诲。郡主，请伸手。哼，我还没承认你是呢，什么时候等我心服口服的承认了再说。伸手。我就不信你真的敢打！好痛啊！你个黑心黑肺的，你真下得了手啊！郡主，我这个师傅，可让你心服口服啊！你耍诈！景世子，你今天早上不是还说要从琴棋书画开始学吗？琴棋书画，这不就是琴？这就是你的琴。擒拿和骑马都是我感兴趣的，大不了梳头跟画眉，我好好学就是了。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琴棋书画有这么个解释法子。叶姐姐，你可比宫里那些妃子公主们有趣多了。哼，所以说，教我这种白痴呢，实在是有辱景世子的威名。我看景世子不如回了皇上，就说云浅月智力不如小儿，实在是教不会。云郡主，你还真是狡猾的很呢。我天资愚钝，学不会就是学不会。看来郡主得从最基本的礼仪学起了。动作不要太大，要慢慢的走，每步3寸。走的时候尽量不要动上半身，双手放在左侧，然后半蹲行礼。哎呀，不学了，什么礼仪啊，根本不让人好好走路。再来。再来。再来。唉，没晚了，看来今天是学不了了，我就不奉陪了，拜拜。站住，贤哥。主子，晚膳送去了。送过去了，郡主的课业也拿回来了。唉，可苦了郡主哟！郡主那娇贵的身板，在元王府哪受过这种罪？我是怕日后郡主记恨主子呢。记恨？听上去也不错呀。我对他如此尽心尽责，他日后一定会感激我的。那是，我看郡主就不像外界说的那么不堪，可好学了。今天一进府就问我藏书阁在哪儿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累死了！哎，佛爷，装也不容易，真是一点也没说错呀！我真是心疼我自己呀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看啊，我沿着东边往东走200米，这里有一个饭厅，
我沿着西边往西走500米呢，这边有一个厨房。我再往西走600米，这里有个不明建筑，那里守卫森严，我就过不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不明建筑还守卫森严？哎，来荣王府这么久了，也没见到几个守卫啊，偏偏这个地方守卫森严，其中肯定有鬼。我听说景世子最爱他的藏书，看来这里就是藏书阁，没有错了。我去试试。小姐，注意安全。这也太大了吧，简直堪比一个国家图书馆了。哎呀，得从哪儿找起来啊？哎，不行，我必须得发挥我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，才能回到我的文明世界。一般来说，图书都会有分类，只要确定了分类条目，应该就可以大大缩小搜寻范围了。传说译文，哎，说的就是这吧？哎，什么鬼？《醒世译文录》，估计说的就是这本书了。云郡主在云王府好好的郡主不当，跑到我这荣王府当贼啊！谁当贼了？只不过想借几本你的书看看罢了。你字都不认识，就学会看书了？我这不是正在跟景世子学习识字吗？别再撒谎了，云郡主，你装的不累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当真是斗大字都不识吗？其实也是识那么几个的，比如说我的名字月字，比如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再比如你今天罚我写了100遍的那个景字。好，今天你做的作业我收到了，很有进步，往后还需多加练习。今后你晚上想来藏书阁看书的话，可以大大方方的进来，我准了。等一下，既然景世子这么宽宏大量，那不如把你手上这本借给我看看吧。这本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让云郡主如此的感兴趣？我只是觉得它看上去蛮好玩的。不给。喂，给我！什么人？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下去，你们都下去。主子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是个误会。郡主，我家主子需要休息，你先回去吧。他没事吧？
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亲了一下，就这么严重？难道我的嘴这么毒？我知道了，怪不得这个病秧子不能让女人近身3尺呢，原来是这样。哼。主子，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主子，你这寒毒最忌讳与女子接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怎么还跟郡主？嘿嘿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主子的脸好红啊！哼，看来是我最近太纵着你了。都怪这云郡主，自己毛躁也就算了，还连累我家主子，该罚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怎么心跳这么快？脸怎么这么烫？这不科学，不就是亲了一下吗？国际性礼仪而已啊！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。看书看书，这才是我的重点任务，不能被其他人干扰，谁也不能阻止我回家。显示异闻录。这是什么？得此3宝物聚齐，光阴可逆，未来可溯。果然有回家的办法。白玉神楼，扳指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个玉扳指，而且还是上面雕着一条龙的玉扳指。一定是这样。千年寒铁。那就是块铁喽，它到底有多大呀？也没个尺寸。凤凰，哎，怎么还缺一块？不会让我找凤凰吧？这世上哪有凤凰啊？管它呢，先找着其他2个宝贝再说。饭比百州，再比中和，但比2毛，实为我宜。知此10米他，母也天指，不量人指。饭比百州，再比何策，但比2毛。看来你也不像外界所风言的大字不识啊。师傅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哎呀，这个嘛，就叫做名师出高徒嘛。给你布置的任务完成了吗？早就完成了。那，师傅请过目。当当当当，是不是很像你啊？你可是又想尝尝这戒尺的滋味了？师傅3尺。哎呀，开个玩笑而已嘛，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。
师傅请过目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不比你画的差？喂，你干嘛？你。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竟画出和男子如此亲密的画面来，这传出去，成何体统？你神经病啊你！我画了半天，我不满意，罚你回去重画3尺。主子，秦主官到了。秦督官，你可知道我府中收礼的规矩？知道。所以你是觉得我荣王府的家底不如你秦督官的殷实是吗？不是，世子，你误会了。我只是听闻世子旧疾复发，所以特意带来千年紫参来给世子养身体的。此物十分珍贵，也是在下虚不受补，心领了。世子，此物非一般的药材，你就不能略试一二，说不定对你的身体有益呢。有劳秦督官了，只是在下患的是沉疴宿疾，并非这些寻常药草可医。世子，贤哥，秦督官还有要事，我就不相送了。秦督官，请吧。师傅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一个女孩子呢？人家大老远给你送来千年成精的大人参，明显是因为喜欢你啊！你也太不解风情了，这样下去你一定会注孤生的。哎，锦世子啊，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宝贝啊？扭转阴阳的有没有啊？哎呀，你要是有的话，我重金买。郡主意欲何为？不如明示。我就是私下里喜欢收集一些奇珍异宝的。哎，我之前在三星堆见过一种面具，听说啊，戴上它就可以穿梭阴阳，扭转时空。再比如说，你们天上会不会有什么扳指啊，什么铁啊？郡主在何处见过这种宝物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帮我。郡主要我找东西，那你至少要告诉我，用它来做什么吧。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然后找一个和你很像的人算账。不是，反正就是我其实还是属于那个地方。哎呀，而且我也真的挺想回去的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可以帮你找宝贝，但是你要答应帮我找一样东西。